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度假做台语安尼写，度假做。度假做有的地头讲度孤，有的地头讲独孤，都是华语的打盹、打瞌睡。学生囡仔一下课青凉活好，一上课就开始度假做。两回阿弟啊算了伤忝，哪食饭哪度孤。阿嬷看电视一直独孤，进前叫伊去门床顶困，伊阁讲伊困袂加做。困袂加做，就是睡不着；若困加做，就是睡着了。我安尼并过来车过去，规暝困袂加做，尾也起来食一粒爱困药啊，才全困加做。伊困到长加做，莫甲吵，有啥物代志，明仔载才讲。困加做、度加做、加，还阁有一个音 K， 目睭刻刻。我行因兜那咧行灶骹咧，就算目睭刻刻，嘛知影物件囥里搭。过来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台语讲一目金一目客。家是讲情的所在，毋是讲理的所在。有一寡代志，一目金一目客，过去就好，无需要论一个输赢。要有一句死目毋愿客，就是表示要有挂心的代志也未完成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度假做实在真趣味。